讲环境、说环境，来讲台湾这个宝岛7成的地土拢毋是平洋，是深山甲树林。去年行政院嘛发出讲要开放山林，改变政策，鼓舞人民自由去爬山，亲近大自然。毋过进前嘛不时有因为山难的不幸，演变甲去告政府，要求国家赔偿的情形。到底要安怎考虑才有通双平好？公司台语台新闻专题邀请咱做伙来探讨。 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，台湾的山区四界人潮拢是叉，连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嘉明湖、4颗里营地嘛拢大天度，登山人潮变多，近来嘛发生未少山陷的事故。 甲因过一出代志，就禁止入去的管制模式无共款。行政院去年10月宣示山林开放政策，就是要让台湾的山林真正改严。人民感觉政府并没有让人民方便进山。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报告，山是大家的，山是台湾的，我们要向山致敬。 台湾的山200多年来拢是禁区。过去清朝、日本时代，统治者为着防止原住民和汉人冲突，设土牛沟亦用线封山。国民政府戒严时期，佮考虑到国家安全、保密防谍的需求，管制山穴。 即马叶涌线已经变作是观光的景点。台湾的山林管理伫咧张博伟山南国培事件了后，各县市政府今各部会拢来设定山的自治条例，即嘛引起真侪山友的批评。台中开始，今仔南投讲地咧，花莲地咧，我早我批评过讲，全部咧思考用规个国家的环境来思考，毋是讲敢用一个单一一个地方政府迄种观念来做，安尼都毋对啊。 为着实现开放山林，中央修法摕掉国家赔偿法的责任。事先有甲你警告，当场嘛可能有警告，还是网络上有甲你警告，有遮危险，你也家己注意。安尼吼，这个公务员就无这个管理上的爱赔偿的这个责任。所以呢，以前唔敢开放的林道，咱即摆开放。中央开放山林地方要安怎管，变作是一个大难题。究竟新马新任山头真侪县市，通常财政无法度负担所求的成本，需要中央来支援。伊爱救，摕伊无遮经费啊，所以伊即摆佫死抱着迄个自治条例、消防署就一直甲地方政府咧沟通啦。即摆比如讲南投啦、台中啦、苗栗，甲即摆也无反应，其他的县市拢有已经着手在开始修改这个条例。 山林开放的政策，甲台湾山的大门开开，甲登山的自由交转去互人民。从政府的这一端去做开放，设法去松动所谓的妈宝的，或者大家喜欢讲巨婴这件事情，那当然是很正向的。那再来就是会看我们的民众的这边是怎么给予回应，这样子。而且向山向海，之前这种共款的，鼓励咱的国民明知迄有风险，想办法去克服遐风险。 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啦，这是其实是咱祖先的精神。这条要行转去山林的路，才拄开始尔，真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，搁来处理。走入山林是甲咱冒险的精神找回来，也是甲人的问题颠倒引入去山里，代替咱继续关注。记者姚伟珍、张玉瑞、林坤明台北台东报道。